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韩流到地汤透早上低温春6到7，太平山落今年冬天的第一场赛，玉山嘛结受伤。中国停止咱一个法关税优待，却阁宣布恢复进口台湾就班，学者警告中国这是用经济手段要影响咱大选。澳洲捷克有大学发生枪案，当中15人死亡，凶手是在校学生，当局宣布全国哀悼。那讲到这2天天气有影是真寒，今仔透早桃园温度上加加6到7，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就落伫咧宜兰的太平山。玉山是零下5到7，嘛有结受伤，尤其是南部地区愈暗会愈冷。礼拜还有一阵冷气团，天气拍算会寒到后礼拜2。太平山落雪，四界白茫茫，翠峰山庄头前的空场，敢若铺一条nguyên色的地毯。寒流来袭，宜兰太平山离暗时开始落今年入冬的头一场雪，加工早起真侪游客来看雪入雪。对，我凌晨出发的。有没有觉得很冷？有，很兴奋，很意外。坐碰碰车经过山林，树仔敢若穿白色的长衫，景色看起来敢若仙境同款。这场雪集中在太平山庄甲翠峰湖区，山区积雪上高1公分，连翠峰林道的路面也出现结冰的情形，警方赶紧放三角水来进行交通管制。不虚此行，满满雾凇。相反受到低温的影响，台七甲线苏湾坳口虽然无落雪，却出现冰晶的景象，树仔甲草坡顶面四界拢白白白，吸引不少民众上山来翕相。只是烦恼暗时了后，气温降到冰点附近，路面可能会结冰。公路局讲，无排除的限制车辆爱加雪链才能过。镜头来到玉山气象站，日透早观测到零下5.7度低温，山区已经变做云白世界。不过这拢是冰粒啊冰晶，入冬的头一场雪也搁等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未来1周呢，其实除了这波寒流之外，紧接着下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呢，预计在礼拜天的时候南下。这波寒流气象师分析影响到23、24，不过24有一波大陆冷气团会来。降温虽然无这波寒流这么明显，不过温度落差会不哩大，低温大约是12到14度。预估爱到26、24了后，气温才会明显来回升，到时阵水汽会增加，各地可能会出现一阵一阵的落雨，民众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这天气咧寒，今仔伫邦桥的南甲南路一段，就敢若是因为天气受冷，水道水壁管渗出来车路顶，大约1,800户受到影响。附近的店家嘛拢无摘掉去做生理。公所是紧载沙地啊来塌，水公司嘛已经咧收，按算明仔载透早10点，就会当恢复送水。规个店面就规个海去啊哦。路面一直有水泄出来，直至透早2点外，新北邦桥区南甲南路一段路边水管破去，造成周边10外景点头出水。当地区公所赶紧调线包挡水，不过管线破去，要咧清修封路附近点头，无奈先停业1天，赶紧清积水。不方便的时候，那没关系，因为水爆掉了，你也没办法。没办法营业啊，损失啊，对啊，料起啊。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在现场成立前线指挥所，台电甲自来水公司拢进驻，由封锁线交通管制。自来水公司表示，已经挖出漏水的地点，不过顶管有真侪管线爱清除了后，将换海气的水管。最近的话，因为天气低温，那可能也造成管压的些微的波动那这些因素造成我们的这个水泥管的破管。水管破去，造成差不多1.8万户用水受影响。自来水公司有估23早起用受苦10点恢复用水。天气寒，温差大，不止地下管线要注意，国土署也特别呼吁，要注意建筑外边的泰路是不是落去，因为最近发生真侪件技术因为闪落去的泰路煞塞车。目测看起来，它的光影的反射或者是它的阴影的变化，发现它有一点隆起的状况，就要特别注意。气温向降低，身体不舒适，紧急送医案件增加。截至透早，桃园一个62岁姓陈查甫人伫市场整理货物，向昏迷，送医抢救不治。这2天，消防单位接到失去心跳救援案超过30件，是不是甲天气寒有关系？要搁调查。面对冷气团连续报道，民众爱加注意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讲到海军海号唱水艦，昨下晡出任务去到小琉球的外海，所以因为风影收透，有6个当咧检查设备的官兵无顺利跌落海，其中有3个救起来，另外3个下落不明。国部长邱国正下晡嘛去慰问受伤的官兵，强调继续来找人，紧甲代志补清楚。海巡人员伫044的海面透暝咧找人，希望会当赶紧找到失踪的人员。海军海虎舰舰日下晡伫小琉球南边的海域执行例行性的任务的时阵，因为汹汹一个大影拍过来，致使6个人跌落海，其中3个人迄当阵有救起来。今天送过来的1员是落水，那另外有4员是协助救援受伤的同仁，另外2名落水的人员是在昨天跃飞舰，目前他们的状况是较为稳定。互救起来的3个人敢若着轻伤。日透早船舰回港了后，其中1个人甲另外4个咧船顶嘛受伤的阿兵哥，分配送送去高雄国军左营总病院。目前5个人状况稳定。海军表示，迄当阵因为舰舰装备冷气浮起来海面的，派人去甲板做检查。跌落海的6个人拢有穿新型的救生衫，嘛有挂安全锁啊。推测是因为影伤大，致使安全锁落去或者是断去。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但既然发生了，我们军方会坦然面对，真的把问题找出来以后，很诚意的来一步一步改进，也作为以后我们训练的一个教范。邱国正下晡去病房探视跌落海甲受伤的国军，强调会针对装备冷气、甲事故的原因等来进行调查甲检讨。迄若所求的部分，海军等的相关单位嘛每4点钟以洋流等的资讯来变更计划，持续搜救。水温其实比我们现在路上的同天路上的温度比较冷，可是水温比较热一点点，所以赶快找回来会比较好一点。台湾日半暝开始气温汹汹降低。失去联络的3个人，恐惊有失温的危险。海军甲海巡把握黄金救援的时间，希望会当赶紧找到这3个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选举的消息，国民党侯友宜今仔伫故乡嘉义做势，民进党的赖清德环岛行动嘛拄好是来到嘉义，双方拼场的意思是明拄明。赖清德是搁在话讲，2029年进前要完成嘉义科学园区的开发。也民众党的郭文哲，伊新竹迄块农地停车场，今已经动工咧考，佮讲要甲租金全部当中关乎社会局。甲支持者斗阵参加斗笠，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环岛斗笠的造势，22早起先到高雄，下晡是到嘉义来提出政见，要推动在地产业建设。集中心2园区打造观光建设、南医、铁道、阿里山，完成民生建设3焦点。我们要把嘉义科学园区吸引半导体、精密机械、精准医疗厂商进驻。我们一定要在2029年完成园区开发。大清德讲要打造科技文化双轴心，建设升级新嘉义。另外，上款选伫同齐即天来到嘉义的，也有国民党的侯友宜。当来故乡嘉义做势，侯友宜若参拜公庙，也用车队来拜票，规工拢伫嘉义，行程是真满，甲赖清德拼场的意味是真高。对着民进党积极政治献金，侯友宜讲一切拢是合法，会使接受检验。另外也讲到政府应该爱做警消人员的靠山。咱别人拄着危险要闪的时阵，因拄着危险要冲进，所以咱政府要做警消的后盾，尤其人力不够、设备不够。政府爱紧甲因照顾因好势。投票日是要到啊，侯友宜搁再向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发话，讲郭台铭是台湾经济真重要的推动者，希望斗阵来作战。也那民众党郭文铁22无公开行程，毋若开内部会议，也伫加强辩论训练。对着限入新竹农地停车场的争议，早起已经动工甲停车场的淡马甲路面扣掉，也要甲租金管出去。总共是120万元。那柯文哲主席将会捐给新竹市政府的社会局。第二个，我们今天入场刨除，那也会依法完成所有恢复农用的过程。因为乌苏阿文图更条庄啊被集集有废烴废弃物，新竹市环保局回应，勘查了初步无发现有输液废弃物，也是应经废弃物气体。产发处是强调，甲农业经营无关系。
淡马甲阿文土这使用情形，地主必须伫限期内底清理完，并且恢复农地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石斑去年6月时去中国禁止进口，今仔中国却搁向宣布讲，随要恢复进口咱台湾石斑，不过敢若限制7间市场。养殖业者当然是乐见其成，嘛表示会继续拓展市场，分散风险。也农业部是呼吁中国紧甲解禁的标准讲好明，用政府对政府的防疫平台来沟通。中后班期在伫养殖地将活了部分养殖业者也心情放轻松。中国国台办日前宣布，即马开始恢复台湾石斑鱼活鱼输入，不过爱来自得到注册登记的7间养殖场。国台办表示，这是因为中华华夏农经协会理事长苏清泉、中华农渔业交流发展投资协会理事长黄义成等人的协调。即马嘛是要求自我管理，安尼家己药检鱼啊品质啊。高雄是国内饲石斑上济2大都市，这摆解禁的7间养殖场也拢来自高雄。以去年来讲，屏东总产量是6906吨，花鱼外销占31%，高雄总产量是4715吨，外销占17%。花鱼过去拢销去中国甲香港，去年6月中禁运了后，就以香港为主。要把我们的目标拉起来到，就是我们不只是针对中国输出这件事情而已，其实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附近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或者是日本，或者是美加的部分。石斑被禁运差不多年半，这期间真侪业者透过加工改良、精进管理技术，才会准备，希望拓展市场分散风险。面对部分解禁的消息，也乐观其成。不过，屏东县长周春美也这期选举期间无有见解禁，恐惊是政治考虑。在21天之前又来宣布这样的讯息，其实很多的这个里面的含义，我想大家各自解读。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不行，也没有告诉我们哪里有问题，你也应该要告诉我说，那不符合你的哪些的点，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改善。农业部表示，禁运期间继续提悬饲石斑的卫生安全等改善措施，也真侪摆联络，佮提供中国合格业者名单。佮呼吁中国不应该单方面解禁，佮重回政府防检疫单位对外平台，也继续协助业者开拓国外高消费市场，确保受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取消咱 ECFA 的关税优待，今仔说佮讲恢复咱石斑的进口，佮讲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一切就好参详。有学者就讲，中国当然是希望透过半硬冷的手段宣传因的政治目的，建议企业就要分散市场，减少佮去依赖中国。台湾总统大选，中国所选伫这时阵，先宣布台湾违反贸易壁垒，随其之一，佮宣布终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行政长陈建仁表示，政府佮企业早就知影有这种现象有提前情形，对国内经济影响不大。佮表示，中国是对台做政治目的经济威胁。在昨天一宣布了终止减让关税的这个事件之后呢，他们马上提出来无法被台湾人所接受的这一个9·2共识这一个政治目的呢是昭然若揭，减少中国大陆的依赖厂商往东南亚、新南向地方走，那部分的话是加强跟美欧的合作。前一天才终止部分关税减让，中国国台办日前佮宣布恢复台湾地区7间业者的石斑鱼输入。佮讲明，若坚持9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一家伙拢好参详。不过学者分析，ECFA本来就是高度政治性的协议，北京希望透过一有一派手法，将政治目的传导给台湾社会，对选战造成影响。ECFA 一开始就是充满高度政治性的一个协议，短期间，特别对中小企业，你要降低对中国这种贸易的这个依赖程度，坦白讲难度是蛮高的。学者认为，部分台商早就偷偷减少伫中国投资，甲大企业卡用承受冲击比起来，中小企业要调整的市场方向难度较悬。不过，是建议爱分散市场，用南海策略，减少干那靠单一个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有台中机关咧指控讲，南投某一间高中的老师一直咧传信息，互班上某一个查某学生。顶个月，佮想要甲人学白来，学生甲学校反映，学校煞拢无处理。即阵机关已经甲检方寄发，校者表示已经甲这个老师停职6个月，接受调查。
议员手提相关资料来到台中地检署头前，甲检方举报学校又搁出现失德教师。指控讲南投某一个高中有一个导师疑似对某一个学生长期性骚扰，时间有超过半年。顶个月搁看女学生人无爽快，疑似伫咧健康中心内底共性侵。哦，你有承认就对啊。啊，你当初你哪会想要安尼做？我是咧照顾伊啦，可能我真正我的行为是唔对的啦。议员搁指控讲，这个导师搁用关系名义不断传信息给女学生，已经超过师生的界线，嘛造成女学生真大压力。议员的批评讲，代志是在1月时就发生，女学生冇甲学校反映，学校到大煞拢无召开性平会，明显失职。11月14号你们就知道了，居然你们要到明年的1月份再来开。他这个已经触法了呢。因为学校的无做规，议员是直接甲检方举报。不过学校声明，在1月中的时接到学生反映，盗摄调查小组冇通报，同一时间启动性平调查，搁开告评会，过甲这老师停聘6个月接受调查，并不是拢无处理。然后接着第2天马上开我们一个小组会议，小组会议完之后，我们就启动性平调查，包括了性平会开会，包括了那个教师会开会。主管机关国教署应该针对学校是否有延迟通报、有包庇隐匿该师的责任，都必须要清楚的去做调查。林本基金会表示，除了要赶紧启动性平会，学校嘛应该扩大调查，敢有其他学生受害。若是确认相关事实，就应该照定书，甲这个教师停聘，会离开教学现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欧洲的捷克首都一间大厦发生枪案，当中有15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警方表示，凶手是在校的学生，伊是先甲老爸枪杀了后，才去学校大开杀戒。中国初步判断应该唔是恐怖攻击，嘛宣布明仔载全国哀悼。伫下晡，查理大学发生枪击案了后，警方保护全部学生疏散，防止学校巡逻来收查危险的物件，加这证据。学校外口受学生点蜡烧酒米，表达哀悼。唔敢相信学校竟然发生这款的代志。I was reaching out to everybody that I could think of, and people from abroad were asking me where I was and if I was safe. And my little brother actually messaged me asking if I'm okay. 枪击案嫌犯是24岁铁学系学生，医生伫郊区的厝内底枪杀伊老爸。警方随即接报，伊正要去布拉格，敢若想要自杀。赶紧赶往下晡2点，准备要上课的查理大厦文学院去甲阻止。现场连线传出枪声，老师甲学生甲家己锁伫教室内底，用刀仔甲椅仔甲大门挡掉咧。有人爬到大楼的外壁去面，非常危险。Souseda říkal, že vidí lidi, kteří se drží na parapetu, někdo skákal na ten balkónek, někdo to úplně asi nevychytal, říkal, ale lidi se báli a je mokro, namrzlo nebo... 下晡4点左右，警方宣布这个凶手死亡，敢若是自杀，也可能用拍死。查理在校里游客真多，布拉格古城广场行路只要几分钟。内政部赶紧讲无任何证据去向恐怖攻击。这个政府特别召开内阁的会议，决定加23定说国家的哀悼日。警方讲凶手伫学校成绩真好，校外持有军人机枪，伊无前科，即摆是家己一个人犯案。犯案动机敢若是受到俄罗斯早前相关案件影响，当时也怀疑伊牵涉12加15另外一桩俘虏相似的命案。广视新闻，施惠中编译。另外一边，社会国家几内亚一座大型油库，这礼拜熊熊爆炸，方圆1公里以内的厝体拢总去崩掉，上无23个人死亡，241人受伤。即马全国各地加油站拢总无开，民众无所在加油，是行街头去抗击，甲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在基雷亚这个油库爆炸了后，现场的火势真猛，乌烟把一直冲起来。消防人员虽赶去现场拍火，不过这爆炸的威力是真大。毋但附近大楼窗仔门的玻璃是崩甲脆糊糊，有的人家厝甚至规个放起，看到袂输发生地动的灾区，让人感觉真惊吓。基雷亚并不是生产石油的国家，石油的成品进口了后，主要放伫首都，空纳克伫各样的码头油库，再搁分散去各地。想袂到当地伫8月透早熊熊发生爆炸，造成严重的灾情。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經加悬到23個人，也有241個人受傷。À travers les dégâts, on a constaté d'abord la perte des vies humaines
de dégâts matériels et bon, beaucoup de choses. Et la famille, presque toute la famille, on a su évacuer certaines familles pour les mettre à l'abri. 在这个事故发生了后，基雷亚全国各地加油站，公布里长都要暂时关起来，真侪民众无所在通加油。在加油站头前排列的车是绕长。Je suis là depuis 9 heures. Je pensais que je vais avoir un candidat, mais je me suis arrêté ici. Mais on a tout de suite qu'il n'y a pas que le candidat est public. Je me retourne à la maison comme ça. Je ne sais pas si le candidat peut m'envoyer à la maison. 有关当局后来宣布恢复供应柴油，不过也是无汽油，引起靠奥多麦客运车转乘的民众的不满。有人伫往首都市中心的路面放障碍物、放火烧人啊，也有部分的民众甲安全部队爆发冲突，甲警方弹石头。那警方是用催泪瓦斯反击，因为这个事故为民生带来重大冲击。基雷亚总统宣布拜四开始全国哀悼3天。公视新闻张惠敏朋友。受到寒流影响，这2天的天气拢是冷奇奇。双北、基隆、桃园、新竹、苗栗、宜兰、甲金门、马祖，拢是发布低温特报，温度上低敢6度尔。今日嘛是24节气的冬节，会当食一碗冬节圆，准备会当好过年。中央气象署玉山的气象站透早测到零下5.7度的低温，树枝拢见树霜。拜五是冬节，气象署指出，因为受到寒流的影响，马祖上低温干那3.8度，台湾各地冷霜霜。气象署针对基隆、双北、桃园等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有可能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一寡地区伫礼拜六原来有可能存无10度。明天清晨我们所预估呢，各地的低温上面，在北部、宜兰、花莲都还是有局部10度以下的气温。尤其在金门跟马祖，大概就在6到8度左右。所以说，气象署呢，今天还是持续会发布低温的特报。关系冬节，台湾嘛有和气象相关的俗语，像讲大冬节淡过年，冬节乌过年数。冰雪专家温宗汉表示，这是古早人透过观察冬节天气来预测过年敢会落雨的方式。伊嘛指出，冬节对台湾来讲嘛有小过年的意思，所以民众会伫即天拜神明、拜祖先和地基主，而且嘛惯势食圆仔。毋过各地原来有无共款的食食文化。比如讲，像咱台南，台南可能会款这个菜包、菜粽。咱若是伫平湖，可能会做这个鸡母糕啊，这个冬节的时阵呢，会食圆仔，这嘛是一个最重要意义因为咱讲这个冬节食圆仔就是准备要过年既然就是安尼所以有足侪讲法就是去讲着讲冬节食圆仔代表你的大一岁。食一碗小小的圆仔，拄好甲冬节冷叽叽的天气。根据气象署的预测，这2日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受几率会结冰霜，也是落雪。礼拜会阁有一阵大流冷气团，也若天气爱到后礼拜2才会转烧热，民众都要穿好烧。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天气咧寒，真侪所在嘛拢有关怀家友的行动，亲像台中市政府昨午就派人去车头到公园来发物资。今日伫中华甲南投，有热心的民众主动来送面椒皮、煮烧汤，希望会当帮助家友平安度过这个寒冬。天气冷死死，这个家友穿的衫是玻璃丝，社会局的人员去甲关心，还阁带伊去其他的所在安置。受到寒流的影响，台中市社会局的人员启动关怀，日一开始去车头甲公园，主动了解家友的需求，毋但发258人份的物资。嘛协助10个家友安置。那我们同时也鼓励我们的街友可以使用我们的避寒场所，来先让自己就是安全。那同时也很谢谢我们的协力单位都有配合延长开放安置的一个服务时间。台中市社会局表示，气温的预报若伫12度以下，除了启动低温关怀，卖车家友协力单位延长收容的时间，目前大的比率已经超过60%。考虑人权袂当强制驱离或者是安置，家友若是无愿意接受安置，嘛会尊重伊的意愿。那中华管府嘛提供小的、较寒人的衫，互家友莫寒着。第一个是紧急安置，然后呢有一个阶段性的安置，最后是希望他能够回归于就业让他能够生活稳定。中华管府表示，报名的气温是搁较低，这几天紧急安置4个家友去临时收容所，嘛提供200人份的被仔甲衫。结合地方社团甲协力机构，提供相关的资源。那伫南投，有民间团体发起捐被仔的活动。
有很多的民众都有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哈，在这边也接获许多的民众，因为我们也到医院也去关心哈。当地里长表示，最近这几天啊是互人关较死时阵，所以甲业者合作，准备300多领较会小的被仔，提供互弱势家庭甲有需要的家友，希望会当平安度过这个低温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甲中国昨昏是恢复第一届军事高层沟通，中国迄边同款是搁在呛声，讲台湾问题虽然是中国的内政，嘛希望美国会当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反台独的态度。旧金山拜习会了后，中美两国达成协议，恢复军事对话。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甲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举行视讯会议。这嘛是双方中断16个月了后，美中头一届高层军事沟通。国家大厦嘛强调甲共军进行实质对话重要性，来减少美中发生误解可能。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two leaders have spoken since General Brown became the chairman. During the teleconference, General Brown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together to responsibly manage competition, avoid miscalculations, and maintain an open and direct line of communication. 美国官员当咧安排未来几个月进行更加侪会议。因为中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应该爱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甲重大关切。刘振立嘛强调讲，台湾的问题单纯是中国的内政，无用阮任何外来干涉。中国军队会坚心捍卫国家主权甲领土的完整。美国媒体嘛报道，中国进前嘛要求拜登伫拜习会了后公开发声明，讲美国无支持台独，支持和平统一。不过去互北京拒绝。中国外交部日强调统一的立场，嘛希望美国停止武装台湾。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因为中国伫台海行动愈来愈多，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魏德曼等人进行写批，予美国国防部关心 F-16延后到恢复台湾的问题。美国空军助理部长韩德回应讲，当咧持续研究所有的选项，要并加速出货。因若进度要办起的红灯专案，海上公司嘛宣布139架 F-16V 的战机已经顺利完成升级，嘛结案，互 F-16V 的战力大幅度提升。记者综合报道。这边快要做一年，国防部甲教育部有想出一个4年大学、3年读册、1年做兵的制度。台大学生会就指出，这种申请都唔免过审查。就算讲有人请来，唔是要去做兵，根本嘛拢抓袂到。对学校的收入制度，甲其他学生来讲，根本就无公平。因应就学学业制度，台大自治教部会议重点期限是修正春秋授业实施要点，包含比较上主修甲副系，每学期修课上限由25学分放零到31学分，每学年校外选课未免超过总学分的1/3，放零到1/2。台大学生会认为，若国家上主修就业学业有真大授业春秋，若有意愿就应申请快照审查。在现行的制度下，我们没有任何的审核机制去了解说，这位同学他来申请了就学服役之后，他是不是会去当兵？那他会在大学哪一年去当兵？台大学生会指出，3年读完若无履行1年兵役，比如所收的补助差额是毋是会续转来，佮是毋是会被处罚？虽然这学期台大无学生申请，全国只有5人申请，但保未来无被滥用，对生理女性同学也无公平。一个申请3+1服役的生理男性学生，他因为任何因素没有办法在大学4年内实际服役的话，请问他之前修过的外校学分需要追回吗？能够采认吗？台大表示，教务会议讨论激烈，决议暂缓这案件。不过，学校即卖要点拢能影响3+1制度。教部长潘文忠表示，有申请审核机制，相信内无准则。那学生每个学期他提出。学校也会依据这方面去做审核，当然这方面也会去看学生他对于服役的申请的实际的状况。潘文忠强调，全校学生每学期拢会向学校申请，唔是一路适用到底。甲内政部高科比对，若无安排学业由学校启动辅导，各大接接受申请春秋授业的准确参考。若未来出现伤过侪申请或者是无履行义务，会做大大修正。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天祥地区，这几年有真侪高山啊，唔来抢游客物件，佫会走入去便所甲便利店内底。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游客经过这个所在，要甲遮收起来，卖想办法防止人甲狗佫去冲突。天气冷叽叽，真侪山顶的高山啊，拢走去天祥地区，因为遮有便利商店。高山啊，大部分伫个门口咧等，看到游客手摕着食面对抢，尤其听到塑胶袋的声音，高山啊会搁较注意。前年还去年才来而已。是啊，就觉得怎么都猴子霸占领头。在地人有时候会抢东西吃，他会担心说猴子你们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它会有攻击的声音。他们都交代我们有东西就要收起来啊。为高山啊，佫会直接去附近店头偷物件，去便所甲便利商店，食物件所在平本做桶，有游客车桶无关，就直接冲起车抢食面。他们会跑过来店里拿东西呀，我们就是要有人在这边啦，他就不敢过来了。但是有曾经看过猴子去车子里面偷东西。哦，对，那他基本上都是看到窗户是打开的，嘿，里面有东西他就抢。避免人狗冲突，太管处特别伫现场广播，也安排警官宣导，爱将食面藏好，搁伫天祥管理站便所、便利商店食物件所在，设防狗门窗。上重要是要是甲狗保持距离。主动接近猕猴的话，会让猕猴有一种错觉，其实人不可怕。那我只要靠近它也不会怎么样。那有时候他们手上也有好吃的食物，我就给它拿一下。那所以会让猴子一直想要抢食人的食物。根据太管处的资料，天祥地区的狗目前有20多只，游客想要甲高山啊翕相，且保持5公尺以上距离。若抓到饲野生动物，会以违反国家公园法，相关罚3,000。记者综合报道。国科会甲内政部合作，伫咧北部的大屯山设立全世界头一个起伫咧火山顶悬的观测站，今日正式公开，希望会当打造一个有专业科学研究、佮有生态教育场地。所以讲，火山的知识甲防灾教育，按说明年4月就会当正式开放参观。大家到顶甲开馆起落去，到定位大屯火山观测站来开放，也代表火山的科普教育向前行。大屯火山是活火山，政府设立大屯火山观测站来监控。这摆国科会甲内政部合作，进行科普展区优化设计成果，展示火山监测研究、野生动物研究这内容。火山观测站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科技跟自然公园、国家公园，然后科技、人文跟在地的一个结合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要来做了。由大屯火山地校被正式岩浆库，岩浆的活动就引起小规模地动，也引起民众的关心。用的名称“休眠中的活火山”，那实际上这个学者研究了火山真正喷发的可能性，当然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活火山。为了要及时掌握火山活动的资讯，也最好有效救灾掌控。大屯火山观测站长期进行地动活动加火山气这监测。重点就是透过科学方法，我们就可以了解它真实的几率或者范围，都可以先做一个评估。所以我们只要了解的话，就不用过于恐慌。我们一定会针对潜在可能的火山的灾难，消防部门或者是各部会、各单位怎么样来通力协助，建立那个SOP 的一个架构。国科会讲，这摆新的科普的展示有建伫360度的环境式的剧场，展现大屯火山监测室的情况，互民众了解火山及时监测数字甲情况，则袂伤过烦恼。展区有计明年4月正式开放，民众有约来参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明年3月拍算要开放旅游团去中国，一寡旅行社嘛上准这个机会紧开行程。不过目前航线也未完全恢复。为较少，机票嘛可能爱用抢的，这费用嘛起近2成。3月1号开始，我们九寨沟坐高铁，全台独家。全团去中国旅游的禁令会伫2024年新车进前宣布解除，3月份就会当开放出团。旅行社已经提早公告行程，尤其是张家界、九寨沟、甲江南等等的所在，是上侪人热门的。
业者把握机会，在旅游展览推销就胜利。我喜欢回祖国去，70岁了，我也想能够赶快去黄山。班机比较少，那我们也拿了几个日期，3月、4月的九寨沟我们也因为九寨沟在3、4月份是最漂亮的。团费呢，因为直航的班机比较少，所以说机票的价格会比较贵一点。业者嘛表示，两番50个航点，目前敢若恢复40%，大家拢伫抢机票，到时敢会有出团限额的问题，也会等实行的细节出来才会知影。若具体爱安怎做？虽然业者是普遍期待恢复中国的旅游，不过目前热度相关的也是日本、韩国的航线，期待去赏樱花甲看戏。对啊，因为日币比较便宜了，还有联航嘛，差不多啦。我们疫情过后，很多的人力开始慢慢短缺情况之下，很多的不管是我们的机票也好，或者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巴士行程、景点、餐厅，这些成本都有幅度偏高。我相信在明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成本价格还是会提高20%。业者表示，日本上界受欢迎的，毋那是东京、大阪，二线的城市九州等等咧问的人嘛袂少。不过因为航线加上日本产旅俗的卡手无够，费用确实有起。可能无法度等去甲疫情进前较俗的团费。记者综合报道。过去，互人合作是南部西门町的高雄新曲港，因为即马消费形态转变，渐渐咧稀微。虽然讲即个月有2间日本的企业伫附近的百货公司咧开，加减有带动人潮，不过地方也是希望政府会当重视，互新曲港会当恢复过去的光景。来到高雄的这间百货，今仔日是平常时啊，外口同款有人咧排队，人潮是吵。镜头刷到隔壁新曲港，相关店面大出要出做的广告，人潮是减真多，大概差10几倍哦。以前人潮好多。早是感觉人多侪，即马较少。这个月有2间日本企业进驻伫百货公司，百货公关表示，来说百货公司的人潮有加3成，加减有带动边仔新曲港的商机，加上市府为着要活化商圈，有规划活动。团商表示，愈接近年底，活动变多，人潮确实有倒倒转来。毕竟圣诞节，然后又有活动，我觉得现在人群上还不错。不像以前那么落寞。过去人讲北部西门町，南部新曲港，相关理事就表示，往过摊商上侪有260间，即马剩150间尔。伫新曲港经营30几年的摊商表示，即马甲过去欢迎的时期已经无法度比。目前业绩啦，较无较早的，差不多1/5呢。除了商圈刷到北高雄，阁有受疫情的影响，袂种业者做袂落去收大，而且办活动认定只是一时的，地方也是毋望政府会当重视。我们每年都有针对商圈，去提供他们在行销或者是硬体的编列补助费用。面对新曲港即摆的状况，经发局回应讲，市府每档拢有经费，相关业者拢会当申请，来针对硬体、软体设施来做改善。经发局嘛讲，会继续伫中央公园来举办市集活动，希望新曲港会当恢复过去的光景。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到台南市的教育局甲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期有咧国小推动家乡故事绘本创作计划。这9年以来，拢总有出版88本的册，配合台南是每年建成400档。因拍算要把这个图稿摕去全国巡回展览，用趣味的方式小解府城的好食面，配合每年台南建成400档，市府教育局参与到文化艺术基金会，要将因这9年来伫学校推广家乡绘本的成果，参民众做交流。主办单位讲，顺等明年1月会对台北起稿，会甲册兼原图摕去全国巡回展示，让大家欣赏台南珍贵的点点滴滴。认识到原来学校以前是一个大水池，然后更了解学校。符合咱12年课纲内底讲的，伫真实环境内底去解决问题。对囡仔来讲，其实伊更加了解这个土地，伊嘛对这个土地有认同感。当伊做成绘本了，伊嘛做有成就感的。推出家乡故事绘本的计划，拢总有60间学校投入，9单出版88本。嘛，落实台南每一区拢有独一无二绘本的目标。做绘本的过程，老师带囡仔实际去探访社区时代，让囡仔更加认捌文化，落尾才进行文艺甲多样的创作。主办单位讲，因唔干那做册尔，嘛用无同的手法来呈现家乡的水。有囡仔家己录音的故事，
影音的部分伫网络上会当互大家看。更较特别的是，阮有一寡游戏会当互大家看了故事了后，会当斗阵来耍这个游戏，会当互大家更较来熟悉台南。学生拢是头家做画家，虽然无丰富经验，不过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认为，透过安尼的方式，会使培养囡仔关心家乡的人文风貌。伊嘛希望用囡仔纯真的画笔，互大家认捌各地头的风采。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去年，互人合作是奥林匹克阿古迈日本塔吉巴纳高等学校文学部，受到邀请来到咱的双色大会来演出，大受欢迎。今年伊嘛搁再来台湾演出，甲台北、高雄的学生来交流。文化总会嘛，甲这个过程拢拍做纪录片。大家活泼的脚步展现青春活力，心情一丝感觉是最好。因就是互人叫做感觉是恶魔的日本塔吉巴纳高校吹奏部，因伫咧12月初9受中华文化总会的邀请来台湾一礼拜，伫高雄、台北各地头和学校演出。文总甲合作纪录片内底嘛记录着因参与台北第一女中120周年校庆的交流演出，学生之间嘛变做好朋友。本当に国境を越えての友達が作れ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ず嬉しかったのと、やっぱり同じパフォーマンスをするものとして、やっぱり一緒に頑張ってい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ことを感じれたので、すごい嬉しかったです。去年塔吉巴纳高校吹奏部受邀请来咱的双色大剧演出，表演真精彩，这些民众看甲真感动，嘛变做因的迷众。可惜迄阵因为疫情无法度世界去体验台湾文化，今年中华文化总会和民间企业主动出来，搁一届甲邀请来体会台湾人的热情。其实因要来进前吼，都列一个清单呐，食的部分就差不多要20项。吼，要去的景点嘛有10几个所在。虽然讲无去夜市啊，吼不过饭店内面吼布置成夜市的样子，也真的把台湾很道地的这个小吃吼，这个整理起来吼，让他们体验这个台湾这个雅气的这个氛围啊。塔吉巴纳吹奏部12月14伫国家音乐厅办音乐会，代表技术的学生讲，因非常感谢会当伫台湾演出，侪人目屎干目钱。文总表示，伫咧交流的过程中间，看到学生互相约束以后，要搁见面，透过这届嘛愈深化台日的友谊，因原来非常感动。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到美国大联盟转去洛杉矶道奇队的日本双刀流出名球星奥塔尼小黑，搁再变出好消息，伊是摕到今年美联社年度最佳查甫运动员奖。这已经是伊第3年以来第2届摕到这项奖啊，嘛是伊今年摕到第13项奖座。伫道奇队的球帽啊，则为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天使队用10档7亿美金的合约转去洛杉矶道奇队的日本籍女美球员大谷翔平，真正用全票的纪录当选年度 MVP 球员了后，日日搁一摆得到美联社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奖，这嘛是3档以来第2届得到这个奖。He was just ridiculous. I mean, he was, he played every single day. He played really hard. And if you think about it, right, in a 6-month season, he only played 5 months, and he was voted the best player. 美联社指出，投拍二刀流的大谷翔平，在今年3月经典赛，带日本武术队摕到冠军。在替天使队出战的时阵，表现嘛真水开，连续2季完成双位数胜投加轰乱数字，是历史上第1人。当时阵嘛是头一个第2届全票当选年度 MVP 的球员。今年美联社年度最佳男运动员的87张选票，由大谷翔平摕到20票，拍败摕到16票的卡球球员梅西加网球球王乔科维奇。这嘛是伊伫2021年了后，搁一摆得到这个奖。过去捌2届摕到这个奖的运动员，有 NBA 的迈克乔丹、詹姆斯加老虎伍兹，才有名的选手。二刀流で両方すごい結果出してて、今まで本当に他の人がやったことないことを高いレベルでずっとやり続けてたので、本当にすごいなと思います。到过今年，佮摕到大联盟金棒奖、年度最佳指定打击，啊，佮有年度打者上悬荣誉的汉克阿伦奖等等，至少10个奖。嘛，接做美国的媒体相机报道，佮日本网络搜寻日数第1名的人物。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
进前伫咧影平台顶观真情戏出游戏，即马伫咧洛杉矶嘛有一个体验现场，会当互你挑战剧情内底关卡。有真侪人是专工走来遮，要家己嘛做一届电影的主角。敢若亲像游戏的场景，一项体验的现场挂一粒装满现金、真吸引人的大型透明球，心情感觉是服装的服兵人伫咧周围监督你的行动。冲关游戏头一关就是红顶亭、市顶洞，大家爱听这个目睭红光、充满杀气的茶红的指令。几回合落来，已经有人被画叉出局了。If the marble lands on the shape, it also counts. 阮哩碰糖大型的关卡是解戏，这个玻璃珠啊，珠啊落伫个大型内底就算得分，莫看伊简单，嘛用一点脑筋。Netflix 推出的游戏影集风靡全球，后来更加拍真人版的游戏挑战赛。假使你也想要体验挑战各种死亡的关卡，洛杉矶这个体验馆会使满足你的愿望。不过，这未真实出现害人的血腥的场面。当参加比赛人手怪手款震动，代表挑战失败死去啊。另外，也无人真正摕到这个比赛奖金，也不过参加的人也是感觉真好耍。So I didn't win, but it's so funny that even without the $4.56 million cash prize, you really feel the stakes in the game. Like I found myself sweating and shaking, and I would do it again, 100%. 而且最后胜利者是分享伊成功的秘诀。Don't cause too much attention. Be like low key in the background, and then come up like a shark, and then destroy everybody. 参加游戏的人分享这种体验，过程是非常紧张。无论输赢，拢感受到生死一念之间的刺激。国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18度，中部地区13度到19度。南部地区13度到19度，东部地区13度到20度，外岛地区6度到2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陈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